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晴。那么这2日报纸的头条写着，讲父母会去失去着管教权。咱咧台湾俗语讲，也着车也着卖，囡仔就是爱管教的未成年。车啊偏偏会断了理智线，到底管教、听教、体罚是啥物概念？国家法律是要安怎来铺排，互咱家内顺序，囡仔好好来学习、来发展。今仔日好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日本教育文教基金会主任秘书陈志远陈秘书，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咱国教行动联盟家长部的部长王汉勇，大家好。那么第三位亲子共学团的成员，咱的这个辛佩玲，主持人好，大家好。那第四位在线顶的是咱的老朋友。台湾历史以及美国纽约的历史，同时间嘛是美国加州的助理心理治疗师肖洛琳。主持人好，大家晚安，大家好。真歹势哦，遮晚搁甲互你吼袂当困吼，来替大家来连线。咱先来看吼，这个新闻大到底台湾是要发生什么代志啊？也就是讲，联合国儿童权利的公约。是禁止拍囡仔、体罚囡仔，毋过伫台湾的民法，家长依然也是有听解权。那么为着要对着国际趋势，那么法务部呢打算要来修法，那么规定父母伫厝内袂当使着体罚，那么亲像啦骂囡仔啦、拍囡仔啦，无囡仔来食青，要互囡仔买互囡仔食物啦，那拢算都是违法。那么相当。可能会停止侵权，甚至爱赔偿。发起自保运动，医学团体一直提倡亲子关系继续暴力，多家管教一个无注意，就真做虐待行为。法务部即马要修法，约定父母袂当乌白甲囝儿施行惩罚，毋但是生理上的体罚，就算是心理上的嘛袂用力。儿童权利公约他提到说不能处罚儿童小孩，所以。法务部就因应国际的潮流提出了一个民法的修正草案。教育囝儿事实，民法1085条，互父母定解权，会当伫必要的范围内行使改正偏差的行为。毋过管教甲体罚，现在是一线之差，是要安怎来准则的？民法修正了后，亲像是法规、骂、拍、笑，甚至买互囡仔食饭等等，这些拢是违法的行为。若是罚卡或者是罚写，就要看时间的长短、频率、场所综合来考虑来做判断。未来若是乌白甲囡仔定罚，上届当可能会面临停止侵权，甚至是涉及赔偿的责任。打骂绝对不是，通常它是短效型的，它只能试图去吓阻孩子。对于儿童学习或是家长的教育来讲，能够达到那个预期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你如果拿掉惩戒权，就是代表他不能去。适当更严格的管教，或者有纪律的管教。小朋友很聪明的，他也会告诉你，你不能管我了那你父母怎么办？禁止伫厝内体罚，只好来秉持正面的态度。毋过嘛，提醒政府配套的机制都要充足，亲像提供教养咨询、家长哮喘的服务等等。若国教明认为讲，相关的定义要明确，啥物款的管教方式甲程度，才无算是身心暴力的行为。针对教育权甲定解权，要安怎来区分，嘛提出记录。记者综合报道。咱首先要甲观众朋友来参详咱这1点钟内面主要2个目的。第一，这管教囡仔这项代志，绝对是父母，甚至是你家族的成员，甚至是你的囝儿是谁本身，每一个人拢必须要参与的。那么唔通变做讲，敢若中产阶级。恁较有自觉，恁较厉害，恁较有资源，恁来讲这讲迄。我平常时呢做生意上班，我就忝要死啊！囡仔有通食好饱，袂枵，安尼就好啊。这绝对毋是安尼。所以呢，咱来兼顾着一般人
不管你是啥物阶级，你是啥物薪水，你都爱来听这集，第一个。第二个，咱就要来参考着国际性。虽然讲这是国际潮流，但是每一个文化当中，伊的铺排是安那。所以啊，我首先要来请咱线顶的林律师因为律师时差的关系，我也先和林律师来讲咱来针对着美国即摆的情形，咱先讲美国，你所了解。美国对着咱嘛知影讲，因有这4月29号这 Spank Out Day， 袂当拍囡仔日，这全世界拢是。但是我所知影的这资料美国大法官1977年裁决公立学校实施体罚、符合宪法，各州会当自行来决定。而且除了 New Jersey 甲 Iowa 以外，所有州的私立学校拢会当 spank。拢会当体罚。2022年 Missouri 州这个较中西部的较稳准着体罚，会当用叉条，就是咱这华语讲的家畜来拍卡枪。到底即摆目前美国人对这个尤其咱也知影10几年前发生着亚洲的 Tiger Mom 这虎妈事件，到底即摆美国的情形是安怎？头拄主持人你讲到这每一州的法律其实头拄你讲，参像讲 Missouri， 迄个应该是一个 special case。special case means 伊的意思是讲，因为美国的法律体系是一个 case law， 所以伊有一个较简单的法律然后若是有人有违反着法律，就是每一个拢爱去到法官面前去互人判，才知影讲安尼会使这个情形，这个 case 是毋是 OK？ 所以伊这个形成判例，所以头拄主持人讲的是交这有关系。但是即马上新的法律，根据我看到的所有的部门看到这个一篇论文伊有写着讲，即马美国原则上会当接受的合理的惩戒，也是讲管教囡仔的范围是用手较轻咧拍，就是讲。伊的法律敢若讲爱用 reasonable discipline 合理合乎比例原则到底是安怎合乎比例原则？这就是按每一个 case 去法官的面前，互伊法官判。但是美国的法律交台湾的有一个足大的差别，因为对台湾的体系，我嘛会当小可讲一下，就是讲台湾是用民法的规定，美国是用刑法的规定。但是美国用刑法的规定，就是讲。敢若足严重的、足 cruel 的、足安怎讲？法头残忍，用残忍、无人道的行为，就是咱得知影讲有小可有一寡 case 是大人用真极端的啦，足极端的有涉及犯罪行为的，这种刑法刑法就是变做讲你检察官会起诉，法官会来判普通时大家在讲的迄 discipline， 伊是无在民法，还是讲在刑法的范围，甚至无受理。对，但是美国有一个足特别的，伫咱每一个，比如讲心理师、医师、护士、老师、牧师他教会牧师，每一个人对你所接受的囡仔，若是看到一寡乌青还是有啥物？有啥物痕还是讲有啥物啥物痕迹有啥物疤痕你就爱 report 这是咱在法律上，我若无 report 我会违法我会罚钱。所以你每一个职业就变做讲，每一个人拢对，这有一寡讲配套措施，每一个会交囡仔接触的行业还是不管你是在创啥物，你在法律规定就是你爱强制 report， 你若有发现。有可能有小可虐待啦，abuse 啦 ，neglect 就是说，譬如讲你无互伊食饭，你无互伊食药若是任何有这款情形，你就爱通报了后，儿童局会介入，也去调查了后，若是真正讲有这项代志，若是讲有涉及家暴真正有拍的，你会当报警察了后，若是情形较严重的。对，检察官对起诉，歹势，我小请教一下，若无通报的人有连坐的责任无？
对啊，无通报的人，譬如讲，若是我心理师，还是讲护士，你看到无通报，你会影响你的执照，加你会爱罚钱。哦，这拢是所以规旁的哦。安全网啦，就是讲大家拢爱负责任来保护。那亲像头拄主持人讲的，我特别有感觉，因为咱平常时咧处理中产阶级佫还好，就是迄寡较 at risk、较散起来、较辛苦的、较无用的，囡仔特别在教育交迄爸母的教育的安怎讲 parenting 的即寡 skill 上，伊会特别的欠缺。因为伊欠缺，伊就容易，比如讲伊较无用，伊就容易发脾气。伊毋是故意的，你若无教伊丢的方式，伊若无迄个not skillful，嘿，伊无 knowledge， 伊是要安怎教示囡仔？因为教示囡仔这是一定爱，咱教育就是爱饲嘛，爱教嘛，所以教育一定爱有互伊方法。所以亲像美国你若是讲互人通报啊，儿童局介入了，伊去调查，伊会强迫这个父母去接受这个 parenting 亲子爱上课，嘿，爱教你安怎教，你若要教是，比如讲你要用 consequence， 你要有一寡惩罚，你是爱用譬如讲 consequence 就讲你袂当看电视，还是讲你这用 reward， 就是讲啥物时阵会当。摕到啥物糖啊，还是讲要出去佚佗，你要用方式，要用方法，要有一寡技巧，毋是讲拢用拍。若真正要拍，用手去拍身躯的所在较轻的，这是会使。那 for two， 袂使用工具，袂使用工具啦，袂使用任何物件，譬如讲我以前接受一个 case 就是，这爸爸摕画啊。该安尼该审一个，安尼就通报啊，通报了伊就爱互人调查。所以真侪华人真侪迄种华人在美国定会要安怎讲 get into trouble， 就是你定拄着即款的代志。我嘛前差不多2礼拜前我才处理一个案件，就是讲伊迄囡仔因为伊看到suspicion 较大，马上伊就甲你的囡仔带走啊，所以伊就马上离开爸爸妈妈。带你去 foster 去一个保护的所在，因为伊感觉安尼有危险。法官才来判讲恁到底有罪还是无罪。是。所以其实伊落实就罪，但是民法敢若赔偿，其实咱台湾的安尼规定的方式，我是感觉较无效啦。较无效哈。这是头一点吼，第二真感性吼，我惊占用你的时间吼。你在美国也真久吼。你感觉这个美国人的文化，假设美国人有一个整体的文化，可能是大传统，这个法律上所规范落来，但是因那个 minority 足济，每一个族群的这个文化拢无相同。但在这个不管是政治上安排、社会功能的安排，这安怎会当取得这个和谐一致大家有同款的这个共识？敢有？尤其我厝咧讲的，种10几年前出现这个亚洲的 Asian Tiger Mom 这种代志，但美国人对这种文化因的感受是啥？是不是这种 personal coach 就私人的教练愈来愈多安尼？有私人的教练，但是 Tiger Mom 其实伊毋是一个abusive。Tiger Mom 是普通是 Tiger Mom 迄本册是讲伊就教伊的囡仔会当考到 Harvard 加 Stanford 嘛，伊用的方式是直补习，比较严的，academic 上足侪课的，这其实在即马咱加州足侪华人的社区嘛是同款，因补习的迄风气啦，袂比台湾较差，所以迄个是迄种 Tiger Mom， 嘿，毋是讲会拍人的，其实就是违法啦，这就是爱 report。你讲的无事实上是无毋对。Tiger Mom 是对 Asian 较济，所以在文化上，你知影足侪Hispanic 还是讲白人啦因为讲食足侪 Asian 变做讲Asian 大家拢要考100分，大家拢要考 A 我的囡仔本来是平常时拢成绩袂歹因为 Asian 拢来了后，我的囡仔变做 B 因为小 B 的就变做 B， 所以因会搬走，所以。其实美国的社区有这款的情形，但是
袂当体罚吼，因为头拄仔主持人头拄仔提的迄个法律甲判例是差不多40-50年前啊。即马的风气交即马的趋势就是袂当体罚，袂当体罚的意思是讲，你袂当讲 abuse 或 neglect， 但是你轻轻讲啊，你讲啊，我甲你拍一个尻川哦，哈，你甲你拍手背、拍手心，这是袂互人告啦。但是你若是用着任何的话啊，吼啊是讲椅啊、刀啊、条啊，吼，这插头，这都是完全。是我忍不住吼，要问吼，啊，如果囡仔用青的呢，目睭甲凝，甲目睭甲青安尼，敢可以？这吼，若是较严重的哦，其实是构成 emotional abuse。那 emotional abuse， 因为较歹，因为这安怎讲是较无确定的一种概念啦，伊较歹判。因为你若是有行为的，你有看到乌青，看到伤，啊，就足好判，就足好安怎讲，足好裁决啦，足好判决。但是你若是讲 emotional abuse，伊这若是敢若会变做讲一寡证据啦，啊，你爱有其他的物件，啊，就会当去告。但是比起安怎讲，比较起来，我是感觉讲，毋是干那法律。我头拄为虾米今仔日特别爱讲我心理师的部分，就是。即个法律的安怎讲？你要安怎规定？你有爱有一个配套，你爱有心理师去介入，你爱教爸母安怎管教，你爱教儿童要安怎恢复心理，伊变做讲伊安怎面对啊？大家爱有安尼较好的、较健康、较正常的界线啊，安尼爸母的亲子关系才会较和谐。无你讲啊，若是拢无管教，啊，囡仔就变做讲宠坏了。啊，你若是讲。管伤严，啊，伊嘛袂晓教，伊用拍，啊，就变做讲，囡仔佫有很多阴影 trauma， 啊嘛是拢爱治疗。是。所以这要安怎 balance 吼，安怎平衡吼，我是感觉种这是爱咱大家的智慧，但是我是感觉台湾的法律是不足的啦。From my perspective， 我的观点是不足的。尤其你头仔说讲社会安全网吼，我相信刷落来咱的时间吼，嘛会来讨论吼。感谢律师。啊，互你欠你睡眠的时间啊，真歹势啊，感谢。呀，真欢喜甲大家分享呀。啊，感谢。多谢。好，再来吼，咱来看这个图表，他多吼，我来问律师吼，主要是来看这三字啊吼，体罚、甲听解、管教，吼，这三项到底这个定义是啥物？吼，啊，法律上要来定义，咱法律上若是讲，你会当。明确来写讲，这什么万不可，什么万不可，啊是一种物件是无鼓励，吼，安怎，是毋是较好？但是他都律师也讲哦，你社会安全网内面毋那敢若是律师啊尔哦，毋那是家长团体哦，嘛系心理师啦，吼，甚至还佫有即个对着教育的专家爱介入吼，秘书长，这位秘书。其实，如果说到这个如何分辨这些体罚啦、惩戒啦、管教啦，大家心里面尺其实蛮清楚的。就是说，我们平常如果对成年人来说，到底什么是暴力，我们是拉得很清楚的哦。是啊，家长在对这个小孩来说也是一样，其实他都很清楚。而且大部分家长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接触到他其实没这么喜欢打小孩，没这么想要打小孩。那最常见的就是家长不会，好。最核心的还是说，如何在这个法律调整之后，国家介入比较多一点。国家介入方法不是说我就管你，把你抓起来，我就解除你的侵权，并不是，是如何让这个教育可以落实在家长身上，这是比较重要的。像我头仔看吼，这个管教吼，这个管教内面写吼，管束，而且教育以正向支持的方式来示范，甚至来甲主理吼讲。你应该爱做什么代志？但是我若管教的时阵，用这个咱过去吼，咱所知的心理学内面有一种叫 Pavlov style， 就是讲，我跟你讲哦，你都要做这吼，啊你才有这哦，啊你若无做这，你就会安怎哦？这算作是一种威胁吗？吼，还是算作管教，还是？介在这个听解跟管教之间，其实一般来说会比较接近管教，没错啦。但我们遇到比较多的一种状况是，如果是拿他生理基础需求，
比如说，这在学校里面常见啦，比如说不让小孩去上厕所，我剥夺你的午餐，这就会比较偏向是在处罚或者体罚的程度。然后有剥夺他的那个基本需求的话，会比较偏向虐待的程度，所以他当然还是有一个区间，但无论如何，先把这些方法让大家觉得说，这方法不能继续了之后，他才有可能发展其他更好的。所以，主任秘书有认为讲，应该爱条例出来，大家也清楚讲，这个会使，这个是属于什么范围安尼，是不是安尼较妥当？其实不一定，对，就是说先让大家知道界限在哪里是重要的，但几个重要界限。但是你界线，比如讲我头一问，我一定后头我甲你问10条。对，因为咱生活当中发生太多的代志。比如讲伊要出门，伊就咧前你的时间，叫伊穿鞋就无爱穿鞋，伊平常时也家己穿鞋。对。你无爱穿鞋，咱是想讲，你就必须你已经3岁啊，你较好啊学习啊，咱就做一摆互伊看。对。讲无你就好啊，伊就是不爱。不爱时阵你要安怎甲讲？咱嘛袂当剥夺，讲你无你就莫穿。到上下尾咱就妥协，时间到啊，就紧甲清的。咱就感觉讲佫失去一摆机会，甲伊会当好好沟通。像这种，咱这敢有通看有通踢一粒药就随就知影讲，这要安怎个处理？我是希望讲，主要是因为有真济人，伊在生活当中伊拄着太济代志，伊无一定有这个头脑，有这个经验，有这个背景，通来理解。那么有某种可能会当来写落来，甚至自细汉囡仔嘛爱去用理解讲，什么物件你爸爸妈妈袂使对你安尼。这我相信，在咱国家人民敢有想讲要来做这种代志。有啊，因为阮即马本来就是想讲，阮有一个名叫微辅导，其实就是即马台湾即马上缺的是社工、心理师，足缺。为什么大行拢爱？你看即马咱敲电话通报113有无？发生即讲体发什么行为，就敲电话113的时阵，向来你判定你的小孩有没有体罚，有没有这些，迄就是社工，毋是你父母哦，毋是任何人，所以这是一个讲起来嘛是足奇怪的代志啦。你家己的囡仔为什么是别人甲你看讲？你到底对啊唔对？像你看管教、惩戒、体罚，其实背后上简单。那以前来讲，咱惩教权背后是上简单的意义，就是你是教育目的啊，唔是教育目的，伊会看你安尼。你若是教育的目的，也轻重总控，伊会看你社工频繁度总控去判定。问题你若唔是教育意义，就知影你这是你这是纯粹是体罚，纯粹是安那。像阮即马伫教育现场上惊的是啥？第一点点的囡仔，角落的囡仔，迄寡囡仔其实你要安怎去甲带，无论伊是有受伤啊，伊较敏感嘛，可能厝会发生啥代志啊，伊较敏感嘛。这个时阵你需要的是啥？需要是家长互伊正向的管教的支持，就是我讲的，若有一个微辅导的机制出来，就是讲我嘛知影一寡物件，咱莫讲向好歹，咱就是啥？我甲你鼓励爱安怎做，安尼甲你鼓励。去做，毋是讲咱即摆法律的感觉是讲，大家都是歹人，大家都是歹人，你袂使安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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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大家所有的人就好啊啦。我家己规矩嘛无介好啦，阮某常常甲我定10条规矩，你听有意思无？10条，我大概拢是第11条，嘛佫对啊。意思是讲，咱讲啥物拢袂使的时阵，足艰苦的，你听有意思无？足艰苦的啊！我问问先，你若阮秘书一定感觉法律定遮济物件，好无就是定袂使安那的时阵，讲实在，无人做会到，无大家拢足艰苦的。所以部长你认为是讲法律是上好是莫定说什么是万万不可，是定这个正面呢？你若讲公约公约其实你讲公约的惩罚其实就是暴力。那个简单改水，就是比较偏向暴力体罚。那如果说我们在讲这些比较极端的，你就讲较严重的，咱就简单就知影嘛。你像你讲主持人讲的啦，拍尻川，阮即嘛常常嘛有人讲啊，拍尻川，我安尼甲拍者，
会使袂使？啊，你即马甲我讲袂使，我是要拍，我唔敢教。阮家长拢会想啊，我卖生好啊啦，家要创啥，后一代拢会安尼，因为啥？以前的观念甲即卖的观念，你改变本来就一个过程呐。啊，这个过程的时阵，你应该要用一个，你像讲你要叫人正向管教，安尼你就爱用正向管教思考人，是一个慢慢啊改变的，唔是一个一下子你就讲我马上就会使拢安尼啊。啊，这是一个循序渐进，毋过极端的部分，你讲较严重，安那拍到安尼老血啊，绝对是。当然是大家都无同意嘛。当然绝对无同意的。啊，问题你爱教，你爱互人知影讲有啥物方法是好的，有啥物方法会使引导。啊，你讲我大家拢遮巧吗？遮侪人甲你讲，我都毋知，莫甲我讲迄，莫讲的。啊，边仔还有一个人嘛，边仔有一个人，伊安那做，这首先就关于社会资源的分配啊。对啊。这算了，我要请教就这个配吼。你家己可能也有囡仔吼，啊嘛是咧参与这种代志，到底这法律上应不应该爱规范着讲什么是袂使的，吼，或者是讲唔通，像部长安尼讲唔通安尼，咱就用正向的来激励，啊，互大家来学习，啊，而且社会支持系统来斗阵做强进，来引导这个社会变迁。嘿，我的看法是吼，咱已经爱坚持零体罚啦。啊，举一个例子来说吼，我甲假如讲，嘿，体罚甲惩戒的界限在哪里？譬如说，我甲阮翁来家务分工嘛，吼啊，阮翁来负责买菜，啊，我是负责买牛奶，啊，毋过呢，我今仔日又搁袂记咧买牛奶啊，吼，啊，阮翁就说，水某，无你来罚起5分钟吼，安尼吼。那这故事就想起来就奇怪啊！若是囡仔，下课放学，妈妈你哪徛伫冰箱边啊，罚起来。所以讲惩罚吼，就算它只是罚站啊，那它还是一种惩罚，那它还是呈现了说家里权力的不对等。那其实刚刚有听到，其实台湾社会吼上烦恼的毋是讲，我想要掌握我。家厝内底的权利，毋是台湾人，毋是烦恼这，台湾是烦恼讲，我毋知要安怎教，我是无法可施，无计可施，所以我用拍，我用骂，我用青，嘿，所以咱在做父母的时阵吼，啊做这些零体罚的倡议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不会去细分那么多，可不可以打橡皮筋弹，可不可以手心打，不会细分那么多。其实掌握一个原则，就是我跟孩子同一国，比如说在餐厅，我跟孩子都喜欢这个餐厅，那我们会一起想办法，不要吵闹，不要引人注意，免得我们以后不能再来。我跟孩子同一国，今天我们是共同的伙伴，那我们要一起去一个地方，所以当他不穿袜子的时候，不穿。鞋子要出门的时候，他是不是在学校有一些害怕的事件，让他今天不想出门，或者是说他心里有什么障碍？那如果孩子知道我们是同一国的，那孩子他可以跟你多聊，你也不需要动用到打骂这一些工具。所以讲，我想。法律吼，若是规定遮济，看了的，目睭嘛是火起啦。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啊，我跟孩子是同一边的，我们一起想办法，嘿，安尼。这个原则我绝对同意吼，但是有当时囡仔唔知影，我甲伊是共一个。是。我真爱记吼，一个名导演吼，叫做Woody Allen，伊就讲吼，因兜的因小弟吼这个。知觉失调症，认为伊家己是一粒米啊，所以听到咕鸡吼，伊就会惊啦。所以伊甲送去吼治疗了好啊，伊就问因小弟讲，你即摆是 human being 还是 just rice？ 你即摆是一粒米，还是一咕，还是一个人？伊讲我即摆是人，OK，咱来啉鸡汤 ，OK， 无咱来菜市啊 ，OK， 但是行去到菜市啊门口口就听到。鸡咧咕叫时，佫开始喘。你唔是一个人啊吗？对啊，但是鸡佫唔知影。变做讲，咱要甲伊沟通的时阵，爱有技巧，
要安怎互囡仔会了解讲，咱是咧讲啥物？伊要安怎来互伊了解？所以我一直咧想讲的是，咱这理想真好，这个配套真好但是配套从顶头，咱社会即马有啥物资源会当来消解，互咱电视机进前的这个观众朋友，有时间的人会当参加这种的，无时间的人会当看咱的电视，也是更较无时间的人会当安怎，上好有一碟药加落去，都万事 OK， 最秘书。其实这个还可以打骂的时候，之前可以打骂小孩或者处罚威胁的时候，父母还是一样无助因为他发现打骂威胁完了之后，小孩状况完全不会改变，通常是这个样子他有发展阶段的问题，就是说小孩可能在几岁之前，你就算要让他了解，也没那么容易，他就在一个自己的轨道上面，他不可能就是你跟他讲了，他就改变。所以这是理解问题。我们这次提的这个希望民法修正之后有的配套措施，其中一个部分是要增加那个亲子友善空间。因为很多时候爸妈的压力不是来自于自己觉得小孩要怎么样，是隔壁的人觉得我小孩太吵了，或者是这个在坐车的时候，那个乘客就开始大家都盯着你。当这个友善空间没办法建立起来的时候，父母压力一大，那他就有可能把这个压力再转往小孩嘛。所以我们现在除了要把这个父母把压力转往变成暴力对待小孩之外，某种程度所有的社会友善要建立起来。那这个基础就是大家都要了解小孩，大家都要知道那个3岁之前的小孩，你怎么不是爸妈骂一骂他就会停下来了呢？好，那我们当然可以看到，就是像国外有些案例，在飞机上面大家体贴父母，那这个小孩在哭的时候不会有太多抱怨。那我记得之前还看过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些国家他们的习惯是听到婴儿哭就代表你今天很幸运，所以他们会提供一个小礼物给这个爸妈。某种程度，这都是整个社会在帮忙爸妈。其实带小孩就是这样这么辛苦的事情，一定要大家一起帮忙才有效果。所以文化上大家还要小可理解互相来改变这个文化行为。社会安全网顶头爱各种各式的这个安排。敢有相关的课程有通好来学习？那如果有时间的人是要参加什么课程？我们现在的因为网络顶头他都这培玲也讲网络顶头真侪来教你讲，唔通拍恁兜的猫，拍恁兜的狗，拢无咧教讲要安怎拍家己的家己事情。我们现在之前我们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做过调查大部分的家长有64.6%的家长连家庭教育中心这个词都没听过，那推广是非常差。家庭教育中心对这是长生伫倒位？这是教育部底下各县市都有的一个中心，要提供这个各种亲子教育。每一个县市一间吗？至少。有一些会跟学校合作，所以它会有很多点来提供教育。来，你搁讲一摆，迄名叫做家庭教育中心。家庭教育中心。对。这里面是什么功能？大部分就是之前也有一些，之前像委员有这个咨询过的，有一些县市办的比较没那么好，他就办一些那个孝亲习教活动那有一些县，对，有一些县市办的比较好的，它确实会有课程。像我们就有被邀请过，就是去跟如何跟小孩沟通，要有效的沟通。那如何比如说处理小孩这个手机成瘾的问题那怎么跟小孩沟通这个作业没办法写好的问题等等的，这些课程其实都有提供，但我们发现量不多，然后它不够体贴父母。比如说不一定每一个课程都有顺便托育的那爸妈怎么可能？爸妈又要带小孩又要去上课，那他小孩要放哪里？那如果那个他跟这个阿公阿妈没有住一起的话，那就变得很困难嘛。这些都要放进去考量。是，但是我也想到要请教到咱部长敢若讲家庭真济父母拢会感觉讲，我赶紧来送去学校。对你学校紧甲我处理好，我转来就较舒适。学校甲即马，但是即马咱也真了解学校内面也真济代志爱叫家长做作业啦，爱斗阵做，爱有共同经验。但是有这部分无？
有啦，你有看吼，家长会有你动无？有你动的家长会拢会安尼。吼，即其实我做会长做2年嘛，然后其实处理过足侪案件，吼家长的案件，啊，拢会找会长啦，因为想讲会长较敖啊，啥，伊就不管伊就去找你，吼，找你看会使想办法无？吼，我安尼囡仔去用。下骹去用踢着啊，查甫个下骹去用踢着啊，我紧嘞，甲你讲安那，迄个安那，两个拍起来啊，我踢着要赔偿，安那嘛要去找你，这足侪啦，啊无就特教的孩子嘛会找你，会讲你爱瞧，阮班长，你看，阮规班就敢若迄个上，安尼一直行来行去拢歹动，这是要安那？哦，啊规班的家长就来找你啊，我讲你。啊，会长，那你拢通常安怎处理？我通常安怎处理哦？其实我拢是招来开。讲一个迄个，阮的找一个专业的团体有通甲你斗相共？无呢，其实阮迄个时阵做无，尾啊，因为我就讲资源，因为讲实在，你若一个资源爱有吼，起码你一个父母爱有一个资源，就是爱有一个心理师啦。啊，问题即马咱的3级辅导，你到尾啊，才有心理师，毋是一开始就有啊，一开始是老师，啊老师基本上伊嘛无一定有上过，有这个专业，嘿，无一定无，大部分无，连特教资格的拢少的。所以伊无办法甲你讲啥，吼啊，所以你就是协调，啊无就是大家讲好，吼，因为讲好，啊，就老师来伫遮，迄个校长来伫遮，咱来协调即个代志，才有办法。嘿，啊，你大家会看，因为我嘛失败就是一个特教案例，因为我即马伫赤子心就是 ADHD 其实这种涉及过动的小朋友，吼，就歹处理的，甚至伫学校拢去用排挤。吼，我迄个失败案例就是讲，我伫处理。所有的家长拢来啊，啊，结果尾啊讨论到尾啊，要安那你知影无？全部的家长要排挤这个囡仔，叫伊转学。嘿，啊，这毋是干那即摆的代志哦，嘿，啊，阮学校迄个时阵是唯一有特教资源的小学哦，啊，问题连阮即个小学人迄个拢要甲，吼，拢要甲赶出去啊，啊，这是足歹处理的物件。所以观众朋友听到这吼，咱知影讲，咱的。政府部门要得到社会，要得到这世界的趋势，吼，要得到联合国的宣言，咱在座3位也拢有这种头脑，吼，啊，而且嘛从事相关的工作，但是咱真大多数，吼，我唔敢讲大多数啦，咱的父母，吼，真侪人唔知影资源在哪里，是啊，吼，啊，要去倒去学习，甚至。啊，佫无即个自觉，吼讲啊，我囡仔就是安尼啊。即培玲吼，你有感觉讲，你所接触的，可能你接触的即个拢是有较进步意识的，吼，或者是较符合即个趋势。你敢有接触讲，嘛是啊，咱毋敢讲伊孤独啦，吼，伊较过去迄种方式，吼，像阮细汉时阵，阮爸母拢老师啊。迄家长来吼，头一句话讲，老师，阮这个囡仔吼真假，你甲我加推者。哦。啊，这吼我看法是吼，咱即摆面对少子化的问题嘛，所以讲即摆我的囡仔已经毋是我的囡仔尔，嘛是咱大家的囡仔。啊，20年了后，伊是咱台湾社会的希望。所以讲，国家伫看家庭的功能、甲家庭的角色的时阵，拢袂使讲这是我的囡仔，我要安怎就安怎。这个问题是亲像讲，咱伫讨论健保制度，啊，佮退休金制度，这是同款严重的问题。咱囡仔要安怎大汉，他长大以后是不是一个好的员工，甚至是一个好的企业的拥有者？那跟他20年前他受到的对待非常有关系。所以，我们其实不只是说希望孩子的学业成长，当我们更希望说他20年后他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台湾的一个可靠的栋梁。所以在看少子化的问题的时候，其实真的需要国家资源的介入啊。其实咱就这款企拢会分迄生育补助嘛。那其实你去领生育补助的时阵，咱政府就会当互你顺续讲，咱有一个家庭教育中心哦，啊，你有闲的时阵，你会当翻我们的手册嘛，哦，或者是上我们的线上课程，那是讲你有闲来让中心来上课，这都是政府会当主动来提供家长加资源，歹势。不要紧，
资源嘛，吼。资源，头拄仔主持人嘛有讲说，饲囡仔实在是要家族同心啦吼，若是阿嬷安尼饲，妈妈安尼饲，那囡仔就是会错乱。其实伫家庭教育中心嘛是有这款的资源可以提供，他们也有婆媳相关的课程，他们其实我们的政府有在做，但是非常的被动。非常的消极，他好像很怕你来参加，好像你很怕你会。但其实我们要面对少子化问题的时候，你就是要用国家的力量，强力的协助这一些我们现在不知所措的家长，告诉他可以怎么做，告诉他可以怎么做。其实我真的没有遇到说爸爸妈妈很想要打小孩，我们都是遇到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那只要其实县市政府甚至到中央层级的力量进来，那其实家长可以安心非常多。是。这咱头观众朋友听到这应该来知影吼，讲修法这头一站，第二站就是社会各部门，包括政府唔那是这个法务部的代志啊，卫福部嘛爱出来儿童福祉联盟、儿童福祉，咱这个卫福部内面也有关相关的儿童的部门嘛，儿童署嘛，甚至是青少年的，甚至是社工团体。拢爱斗阵来，这个资源爱投入啊。但是我看这个无10档20档是无可能来改变，尤其是真侪父母可能，那即摆10几岁囡仔，伊可能差不多是40通岁，40通岁，伊还佫有顶一代教育的这个分价伫个，这个分价到底是要安怎来个？要引导这个变迁咱对修法咱头下讲，咱即摆恁即个行动联盟甲日本，恁也有提出了讲修正条文咱来看这个图表讲要甲修正讲本来民法第1085条现行的条文是父母得以必要的范围内听解其子女，这写甲真快啦，就是你啥物拢会使的意思啦，即摆要来修正讲。父母保护以及管教育未成年子女，应考量子女之年龄及发展程度，尊重子女之人格，不得对子女为身心暴力。若身心暴力，伊就讲歹势，你就要参照着日本、韩国、法国、德国来修法的案例，卫福部儿少法要针对讲身心暴力，要来做规范。就必须恁认为这个部分这应该就要较明确吧？对，它其实要有一些界限出来。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反对有明确的界限，但除了明确的界限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教，就是如何学会。我认为这个修法以前说可以惩戒子女的时候，政府比较容易袖手旁观他说惩戒是你的家务事，我给你这么大的权限，你自己去管。我没介意恁处理。对。那可是现在的话，我觉得这次修法重点是要国家拿起责任来，这个保护跟教养小孩绝对不会只是父母的责任啊，教养这么难，他又不是生来就会当父母，他要学啊。那保护儿童难道只是父母而已吗？一定是国家一起进来，所以他的那个调整，我觉得并不能把它看作我们从父母身上剥夺了什么权利，并不是，它比较多的是。这个真重要。你搁讲一摆，互观众朋友来听者，就是国家介入你的家庭，并不是要剥夺你的亲权。对，是这个意思。他要拿起责任。反倒来是要给你帮衬，对，要互你负起你应该负的责任，互你较幼稚来对囝儿事实来做铺排，互伊较快乐的成长。对，较完整的人格，对，应该是这个意思。是，咱国教行动联盟内面，咱敢有对这个修法有特别的看法？讲，像我头一直讲，是不是应该爱列这像啊是7条万不可，还是讲1000万条哇写伤济，写一个较概括性的？其实咱若讲暴力行为及卫福部儿童权利保障49条有下。今嘛嘛是你卫福部要研商说这个怎么去解释更清楚，这是无问题。问题是今嘛这2个修法当中，一个我讲互你听就较简单，一个是父母得于必要范围，就是你会使安那，你会使安那。
即摆尾啊，即个修改完的是你袂使安那，啊，即两个中文就无共啊嘛，一个是你会使安那，一个你袂使安那，啊，你哪会使想讲你会使安那的物件改成你袂使安那，啊，这讲法都无共。我感觉伊在叙述上面其实吼，你若讲你会使安那问题。吼，有安那物件，无你甲惩戒，无你甲惩戒改成一个名，改一个名，改一个名，然后但书写出来，安尼嘛是对的嘛。即个你就是你会使安那，唔过安那，啊，这两个是无共的物件哦。无就咱用白话字讲互大家来先听一下吼，就是讲这本对是讲你得意就是讲你会使安怎吼，啊，但是我真看吼，啊，你即马要改，要安怎来改？该讲你袂使安怎对啊，吼，所以听起来是我180度，完全无共，完全无共款，完全无共。所以恁的担忧是讲啊，变做爸母手拢揪起来。对啊，对啊。啊，你讲要正向管教，你无可能用这种叙述方式啊。你讲叙述方式，你用这种。啊，那有可能讲来写正向管教是什么？是。这嘛真麻烦哦。这真麻烦，不过爱安尼爱事实是爱你嘛爱讲出来。培玲，恁敢有其他的意见啊？讲啊要写正面的管教，我想你应该是拢较原则性的描述你的立场。我是感觉这就是禁止体罚，一句话可以带过啦啊。那这个禁止是出自于我们对人权的照顾啊。那其实台湾人嘛真古锥，咱狗啊、甲猫啊，拢唔敢甲拍、甲骂啊，何况是孩子这样子。所以正向管教，你说要条列，就是光狗猫就已经非常多参考的。那不会难道说我们觉得狗猫可以教，但是孩子我教不来？不会有这么困难。所以在这个文字上的拿捏。目前我还是觉得我们就是以人权的基础出发，然后我们希望禁止体罚做到这个程度。那我们希望整体的社会安全网，包括刚刚部长有讲到，咱真侪家庭拢无了解咱特殊的囡仔伊的需求，系啊，咱唔知伊父母是伫什么情况来照顾这囡仔，所以讲。这社会安全网不是讲一个法条就会使解决，嘿，这是咱爱整体做思考来考量说家庭的角色跟定位这样。他多吼，佩玲吼，他有讲到一项代志，就是讲咱饲猫啊、狗啊，咱就知影讲，咱就唔通甲拍，吼啊，而且新闻啊报了真济，吼虐待啦、安怎，哎哟歹心情。但是呢，有一个无共款，我提出来，互大家来讨论，就是讲。因为猫啊、甲狗啊会当透过借药，借药就是讲，迄 Pavlov's dog， 我摇铃铛，互你流喙烂，啊，你就知影讲爱食物件，啊，有借药，不是借 ，OK， 啊，互你敢若迄个动物，但是人唔是动物，伊有思考，伊会互动，伊比 ChatGPT 更较敖，伊甲你学起来，明仔就到9岁、8岁。在这个互动顶头，所以人是真灵活啦，就我观察阮兜迄所的，3岁无到，伊就开始会通知影讲，这大人吼，谁会当欺负，谁袂当欺负，啊，谁要安怎吼。所以我是认为讲，在这个较悬的这个战处吼，有真侪父母到担佫认为，囡仔是细啊，是对我所种出。所以是我的财产，这项物件，咱唔通讲咱遮在座4位，包括咱制作人，咱拢真进步哦，唔是伊是独立的人格，但是实际上咱咧甲伊相处的时阵，咱有当时会达到这个红线。到底这个管教，或者是讲我爱你好这件代志，要互你规个人，你会当家己自身发展，这项代志在人生的这个思考顶头，各位有什么意见？他其实人他也会被这个经历所制约哈，就是虽然动物制约比较明确嘛，
但像人如果受到暴力对待，我们的脑神经其实都会受到影响哦。就是你的这个思考路径、你的神经的连接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之前有说过，打会打伤孩子。那在这个思考之下，其实父母跟小孩绝对不是只是把他拉拔长大而已。这个小孩整个人生都是你家庭的一份子。那体罚会造成的各种状况，比如说反社会人格啊、暴力倾向未来暴力的这个家庭暴力的可能性啊，这些都会影响这整个家庭。所以他不是说我有一个小孩，我要他怎样就怎样，不是，这个小孩永远都要跟你互动。就算我们心里面想着说就算有些人还是觉得他是属于我的，就算是这样好了，这个免不了你跟他互动会永远持续下去。那这个孩子如果受到暴力影响，他有一些这个创伤存在的时候，这些都是未来整个家庭、整个社会一起在负的责任啊。所以这个角度是爱大家来思考讲，你不管你是安怎想啦，你的财产不是你的财产，你甲的关系是切袂断的。对啊，你都要来思考这个长久性的问题。对这个zan处来想，部长你安怎讲？我会感觉讲，即马大家即马国家咱台湾国家的想法其实有时候因为人权关系，我觉得放得比较大了。你说啊，这个小孩子应该还是我认为还是应该就是在父母。为什么？因为父母爸母有一个责任感，伊是讲伊要教好这个囡仔，伊有这个责任感，伊有这个想法。这款人你本来就爱鼓励。有的是咱讲的是少数案例，就无要教，有要教甲无要教，这两个是两款无共款的人。有要教，你要互伊安那，袂使教，无就是足过规矩互伊。伊要变啊，甲你讲，这我生，毋过歹势我袂使教。这就是即马咱学校的老师，你知无？即马咱学校的老师是囡仔嘛毋敢教，为啥？足侪物件。白卡白手啊！对，就是白卡白手做个毋敢教。你要讲互爸母安尼吗？你要讲好爸母，这角度我是讲角度的问题。你若为这个角度想起来的时阵，你应该是教爸母安怎去教。愈好的这个爸母愈好去教。你讲未来这个囡仔会看会到是安尼，无人敢保证。问题咱有责任感的人是安怎讲？这囡仔是我带的，我有责任感，会教较好，品德好，对人较好，成就较好，啥，这是我的责任，会安尼去做。这个是无问题。咱即马常常讲的是啥？少数案例，咱要来去放大到全部都是，就是少数我不爱教的人，你就讲啊，这政府就应该爱来全部来介入，爱安怎教？其实整个状况不太一致啊。我觉得少数的目前人权本来过去到现在，它都是少数发生，我很同意。但是应该在个别，像我拄仔讲的，家庭防治暴力法基本上有下嘛是规范这款物件，儿童权利保障也是有在讲到这些东西。可是我们特别要将大多数的人，像民法是大多数的人，在这个当中去写到压到说这些少数的人发生的特殊案例暴力行为，那我觉得要去思考看看，你袂使安尼，你安尼的时阵会变到讲真正要教好的有责任感的，意思讲过2年啊，观念界啊讲我袂使教好啊，安尼你家己想办法。所以也就是讲，部长，我甲你小缩短一下，就是讲，你的意思是讲来改，但是爱改甲会当互大家讲通好春卡春手，继续会当来处理，来甲今日时事互动。对。当做做较正向的这个处理。对，而且阮教囡仔一个做法啦。阮教囡仔的做法就是讲，阮会互伊去想，你要安怎处罚家己，你的想法是安怎？伊有同理心，是伊家己想到伊要安怎，毋是咱要安怎。咱大家会想到咱要安怎，为什么咱无去想到囡仔家己想要安怎？这嘛是真人本的恁的想法嘛，这个有一点差别了，我们不会让小孩想说要如何处罚自己这件事情。他其实小孩在想如何处罚自己的时候，他都在想爸妈希望怎么处罚，我要怎么表现才能表现出臣服。所以那关系不应该处罚。处罚永远是没有效果的。但是讲处罚啦，应该是讲，咱即马一个规矩教养在一个规矩中。阮从细汉的做法就是讲，你即马安尼，咱跟你约定再三，那约定再三，你又没有办法，你要怎么办？
这种情形之下，他会去思考说，当然像他讲的，确实 discipline 啦，咱卖讲处罚啦，讲 discipline，对，咱会当接受 discipline 这字。当然可以，所有人都应该。上后尾的时间好不一定。嘿，我们其实台湾北部就环乐狗不打不成器嘛，啊，狗狗猫猫不打就算，那我的小孩不成器怎么办？但其实你看北欧国家，比如说芬兰啊，他们的学生的披萨表现哈都是名列前茅、世界前茅，他们都是全体一致的，学校到家庭到社会是不打骂的。那他们在这样子的环境下，发展出非常丰富的教育方式、教材、教具。所以说，你只要坚定我不打骂的一个心情，你一定可以透过教育的手段去发展出非常非常多教育孩子的方式。就像我们可以好好的对待狗猫一样。所以这真的是只是差在说我们有没有心去往这一方面去前进，这样。理想要是要压起来了哦。感谢三位，感谢，谢谢。